生的儿子已踏山里，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事里，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生死平安的山里，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后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Jesus, oh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Oh Jesus, oh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Would you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永生的儿子已踏山岭，和他爱来围绕你，让他充满你心，使你灵满足，让他担负你一切挂虑，生赐平安的山里，降临在你生命中，使你完全。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后扬声欢呼歌唱赞美，让你心充满喜乐，举起双手甘愿顺服他的名，将你的忧伤破碎心灵，痛苦岁月交给他，你将靠着他的名进入永生。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耶稣，主耶稣，求充满我们。Jesus, oh Jesus, come and fill your lambs. Oh Jesus, oh Jesus。准备心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来敬拜上帝。会记你先甲上帝安怎来一下吼？将咱的手机关机关机，会再是放伫震动的所在，好不好？好，咱来甲告别上帝面前，咱先来唱这首歌，来学着咱的上帝，咱起立来唱，好不好？好，耶稣听我知影哦，吼。细汉囡仔虽软弱，耶稣会。
主耶稣亲兄弟。哈利路亚！咱要坐落进前，咱来隔壁吼，出边隔壁来讲，我听你，耶稣听你，我听你。好，请坐。来，咱做伙来读一句上帝的话来。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告。阿罗听我的祈祷。好，搁一遍来。上帝啊，求你听我的求告。阿罗听我的祈祷。听我的求告吼，听我的祈祷吼。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就爱来献上咱的感谢，献上咱的感恩，像是咱爱来上帝面前，咱做认罪犯罪的祈祷吼。每一遍来到上帝面前，逐声就是献上感谢，认咱的罪，咱做三个开声来祈祷吼。主比听到阿爸上人感谢你，你是万物主的主，你是国家公义至圣的天父，我感谢俄罗你的名，伫你有公义，伫你有慈爱，你是修事稳定四方满满的上帝。主，阮非常的感谢，阮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上帝，来挖靠你，一生通敬畏你。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阮嘛爱认阮做无到嘅的罪，主啊，求你赦免阮，洗净阮一切的罪过。阮有你通挖靠，阮心里拢唔惊。阮一生就是要来认捌你、亲近你，像是相信你。唔只是相信你，阮搁较要来敬畏你。遵照上帝你真理教示的话来行来做，安尼互主你欢喜。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恳求，阿门。咱依然要来恳求上帝，对咱身体欠咱的医治，像是检查咱的罪在重大压力的时阵，依然倚靠上帝，凡事就要得到讨帮，得到医治。在咱要过新春年的时阵，咱的确爱做一件事，早起咱的经贸给咱教示，咱爱遵守安息日，上是不止遵守安息日，伊讲你会通去学习赦免得罪你的人，安尼你就真正要得到讨帮，要得到医治，你的心灵就要快乐。咱做来祈祷来 ，OK。做比听到阿爸被上帝特别上帝，阮若是有你伫阮的心内，阮就要充满欢喜快乐。有你甲阮三个同行，阮就要一切拢得到平安。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正做阮路前的灯。主啊，正做阮一生的救主。阮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愈做白听。主你讲，大病小病，你拢袂医治。当阮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阮的当下就要交托予主。耶稣基督，你要成就阮至大的帮助。主，阮知伫你无恶情的事，当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学了你的时阵，恳求你的时阵，凡事祈祷，用信心祈祷的时阵，主你讲，阮的信心偌大，你的祝福医治就要偌大。主啊，感谢你，阮一生遵探你的话语来行，赦免阮的人，得罪阮的人，因为主你以后依然赦免阮。你公义、仁爱，永远军队，互阮学习耶稣基督你的款式，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为着主日守望祷告为着这一礼拜，检查咱的新春咱的新春所有的时间拢交托上帝。咱嘛为着这新春的期间。咱所为着咱教会这大家庭，每一个兄弟姊妹，
包括咱厝边的人，拢会通三角团圆，咱会通做伙三角斗阵，以后来享受上帝恩典满满。第二，咱嘛为着这旧年年节，检查咱有一寡新的计划，真侪这将旧的要放下，要来迎接新的，咱求圣神来帮助，互咱的心意拢会通更新来变化，真做合上帝心意的去区。咱嘛要为着今仔日要为着台四区来祈祷台四区来祈祷台四区区长是美英执事美英执事伊的小组长有3位因为素珠、姊妹美秀佮丽英咱特别为着区长甲组长来祈祷保守因这组员每工拢会通有读经的习惯，嘛会通透过这上帝话对因每一工拢得到帮助为着这组员对圣神的印刷保守，拢会通来参加主日礼拜，上时会当第一来参与伫小组团契，每一工甲主三甲同行愿意参与伫教会服侍接受这侪侪的装备，咱做伙开声为着这3项代志来祈祷来。主必听我爸悲伤的，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伫即春今日期间我要为着阮家庭、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甲阮厝里人来祈祷。伫新春的这期，阮的出入拢会通得到平安，得到上帝你满满的祝福。特别上帝求你也帮助阮兄弟姊妹，伫这个新春的年，阮拢会通得到圣神大大的帮助，真做合上帝心意欢喜的人。特别要为着这台四区来祈祷，我们为着区长甲所有小组长来祈祷，帮助这组员每一工拢有读圣经的习惯，透过这圣经内面真理的话，互因得到最最帮助，心灵得到真好的安息。也要特别为着因这组员每一工拢会通来亲近上帝，来服侍上帝，真做上帝你所欢喜的兄弟姊妹。特别上帝，阮恭敬将以上这代祷拢交托伫上帝，愿你成做阮的瓦靠，成做阮的帮助，祝福台四区这所有组员特别上帝，台湾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免。咱最后来读主祷文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阮的日时加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你带阮离弃，就救法脱你的歹下，因为国、权、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着对伊吟诗，向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请咱做伙来吟圣诗16首，咱着对主唱歌，请起立吟全首。创造，创造奇妙创
心是日头甲大海，伊伴所做是好，望着美丽搁好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已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就对主感谢，快乐迎时来创造，表现信心感谢，万物因主所力量，一切上做万物，称赞上主显伟大，来保罗主应许，为主好可爱世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应对主唱歌，哈利路亚。我应对主唱歌，哈利路亚。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愿用心灵甲诚实，欢欢喜喜来敬拜你。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地基，慈爱甲信实行伫你的面前。会晓对你欢好的人真有福气。天离开地有偌悬，你的慈爱对敬畏你的人嘛遐尼大。东离开西有偌远，你予阮的罪过离开阮嘛遐尼远。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照你的旨意遵行，才是聪明。阮要专心感谢阿罗上主的名，阮也要为迦南教会60周年献上深深的感恩。上主予迦南教会教业，而且教业到有春，求圣神也继续帮助，予迦南教会伫桃园地区真做正人的祝福。即个老年甲密的所在，是主你所赏赐的产业。要互兄弟世世代代伫遮荣耀你的圣名，阮也求圣神赐福保守，继续看顾单伯一牧师、静怡师母、所有的长老、执事、同工、小组长，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心合意，互主的福音真声大传。阮要彼此相听，彼此服侍，用信心继续跟随上主的脚步。天父上帝会保护阮袂对路。互阮无缺点，欢欢喜喜徛伫伊荣耀的面前，愿一切的荣光拢归伫上帝。这是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会众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伫个圣诗的后面，启应文第60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仁爱，我就亲像落的蛋，若跋地喊。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教业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仁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对一切有耐心。这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
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底看，雾雾无明。将来画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这声，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所要吟的诗歌是“甲主做伙行，甲主做伙行”。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民数记第3章第5节到第13节。旧约圣经民数记第3章
第5节到第13节。上主对摩西讲：“你叫利未支族来我遮，来协助祭司阿伦，因着替阿伦甲会众伫会幕前执行任务，办理会幕的事。因着固守会幕所有的器具，为着以色列人执行任务，办理会幕的事。你着指派利未人协助阿伦甲伊的囝，这是因伫以色列人中间受指派为伊的任务。你着分派阿伦甲伊的囝执行祭司的职务，其他的人若群我来，一定着互伊死。”上主阁吩咐摩西讲：“我对以色列人的中间拣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上生的大囝。利未人是我的，因为一切的大囝拢是我的。我拍死埃及人所有头上生的迄日，就是将以色列中所有头上生的，无论是人也是精生，拢分别做成归属我，因是我的，我是上主。”请本堂单撇一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属灵的大囝，属灵的大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新年恭喜！家己隔壁兄弟甲伊讲，新年恭喜，上帝祝福你。咱过几工就要来过旧历年啊，即马还阁是龙年，阁来啥物年？蛇年啊，蛇年要安怎甲人祝福？真无好祝福。但是咱会当用真侪谐音啊，即个蛇呢，甲神呢，听起来要共。即个蛇呢，嘛是会当讲神猛，所以咱讲神爱世人，祝福蛇进来，讲一解，神爱世人，祝福蛇进来，上帝听世间人。上帝祝福着蛇礼拜安尼啊，蛇礼拜就是安安静静的来啦，这蛇咧行路拢无声啊，因为没有手也没有脚。这张相片是拜五的时阵，咱的这个德福的据点啊，因特别为咱60周年来翕的这个团体相啊，迄天大家拢穿红衫，摕迦南教会的春联做伙伫遮来翕一张相啊。相信要过年中间，咱有9天的休假，9天的休假，毋知大家安怎样安排啊？拢无要出门的，请举手一下。我哋风兄无要出门啦。一年365天拢咧佚佗，过年就拢无要出门安尼。即个过年9天啊，我相信真侪人一年的无闲啊，就是趁即个9天，要好好来休困，好好来佚佗啊。但是佚佗着拢不管是伫台湾还是国外，检测嘛拢会真侪人。但是这9天呢，如果咱嘛无出门，也是会当好好来安排。我相信这9天的连续假日啊，今天是第几天？已经第2天啦，阁剩几天？还有剩下7天而已，剩无偌久啊，剩下7天而已。但是这7天咱也是会当好好来安排，相信这7天嘛是会当好好来过年啊。咱伫即个今年1月开始，咱通过即个灵修笔记啊，就是要来甲大家做伙来学习，就互咱锻炼练习，来做这15分钟的灵修啊。所以这5项的事，咱阁来讲一解。头一个是读经文，第2挑经句，第3写感受，第4最后今日必。所以咱的周报呢，拢有一个空格，这个空格就是互咱会当早登去，把这个每一天的经文，会当来读，咱这个读的是倒一本册，利未记啊，利未记，好读啊，无好读，非常的无好读啊，但是过2天就结束啊，所以今天、明天就结束，但是咱若认真来读。今日你就当读到一个上帝互咱的祝福啊！利未记的26章第8节啊，讲你要5个人会当5个人就可以追赶多少人？100人哦，100人可以追赶多少人？10000人哦，5个人追赶100人，安尼是几倍？20倍100个人追赶10000人呢？几倍？100倍哦，所以上帝要互咱的祝福，就是讲赢过这个仇仇啊，胜过仇敌。5个人会当赢过100个人，100个人就当赢过10000个人啊。所以咱当钦调上帝祝福，检测就是一句话，来当成做咱真好的帮赞。
对明仔载开始，咱原来逐工还是有按照每日新眼光的进度啊。总是明仔载开始的这个新眼光的作者呢，是我本人写的，所以明仔载早起咱咧读新眼光，你就当读着陈牧师写的，陈牧师写的。一部分嘛是为着迦南教会写的，一部分嘛是为着所有咧读这个新安公的这读者来写的。所以期待对明仔载是1月27号，1月27号一直到2月7号，连续是11天啊，拢陈牧师写这个新安公，甲咱做伙来分享。咱伫过年中间，检菜咱嘛是爱做一个代志，就是安怎摒扫，所以厝内底摒好无？拢摒好啊！安尼摒好就等过年啊！若还未摒嘛无要紧，但是呢，咱摒厝内嘛爱摒咱的身心灵啊。所以过去旧年一年中间有啥物遮的不如意啦，也是遮的无顺遂啦，也是遮的感觉无上帝乃无引出的代志，咱有缘会当通过解决换新，属灵的大扫除，来甲伊摒清气。哥林多前书第5章，后书第5章17节，咱用华语来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再读一次。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在过年当中，就是如何的除旧布新。我们是厝内底换新，咱的心灵也要更换一新啊。摒厝内真辛苦，但是根据调查，摒厝内还不是最辛苦的，因为摒厝内只有排在第5名啊。这个年节的大扫除。第4名呢，是爱亲情，一直甲你问，当时要娶，当时要嫁，当时要生这是第4名。第3名呢是讲回娘家，到底是初1回娘家，初2回娘家，还是除夕就要回娘家？还是今天就要回娘家？想回娘家就回娘家。第2呢，是这个要拜拜的风俗真多人，但是伫教会内底就没有这些的禁忌啊，伫教会内面就无这禁忌，所以咱要安怎敬拜上帝，要安怎来甲厝内人团圆啊？伫教会中间，基督教中间是更较容易。第1名是啥物？围炉啦，围炉，这个网络上的调查，大家上烦恼的，就是这个围炉的代志。这个围炉呢，嘛是一个学问啊。即马咱的围炉拢是安怎叫外口煮的，但是咱若是较有会拢着安怎爱家己煮，安尼才有想咧围炉。不管是叫外口煮的，家己煮的，有几项的菜，咸菜嘛是咱爱来知影。过年一定爱食啥物？长年菜，长年菜代表哪长命百岁。搁爱食啥物？食鱼啊，年年安怎？搁爱食啥物？食得顺的安怎？节节高升，步步高升。搁有食啥物？菜头好菜头，所以咱这是9宫格啊，就是讲连连看，在过年中间，在备办的中间，咱当通过遮个准备啊，互咱在围炉的中间，嘛会当来教导，遮个囡仔食遮个物件，所代表意义是啥物？无囡仔拢要食啥物？汉堡啦、炸鸡啦、薯条啦，咱嘛会当来发明遮个物件要安怎吃的，身体健康，而且能够灵命饱足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经过旧历年要来结束，也要来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也感谢上帝看顾甲保守，互阮伫过去的一冬不管是生老病死，上帝你365天拢甲阮来照顾引带。阮也感谢你，要带领阮来进入新的一冬的开始。互阮对新的一冬开始，掠条上帝话语，用5个人会当对立100个人，100个人会当来对立1万个人。互阮有加倍的恩典，加倍的祝福，互阮有信心，继续向头前所采标来跑走。也祝福阮伫新春过年中间，兄弟姊妹出外，也是旅游，也是出国，拢会当大家出入平安。特别伫团圆、29暝，大家围炉的时阵，也会当阮大家会当来分享上帝你的疼甲祝福，去见证上帝你的大恩典。阮安尼恳求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围炉拢是上帝准备，
妈妈在准备，啊，为什么妈妈爱准备？以前拢是新妇在准备啊，我会记得我听过上辛苦的，就是献进长老的长老娘啊，我听过上辛苦的伊安尼连续围炉就爱传这个年夜饭传几十年然后大哥献进长老是大哥，伊就拢爱靠这个兄弟姊妹，然后呢所有的钱拢安怎，拢爱大哥来出啦，然后呢所有的菜就安怎。大嫂来煮大家食到足欢喜的，食完以后谁来收？大家拢足有经验的拢大嫂来收所以大家有机会听到这个英子姐在分享听了真正嘛替伊足毋甘的总是这是过去的传统啊。但是呢做一个大囝也是大新妇大囝的太太这是一个福气，也是一个艰苦的代志。福气想都不想，马上就是福气啦！咱在座的你是大囝，请举手。大囝，我先，好测试一下大女儿的举手，大查某囝好你是大囝嘛是大查某囝，请举手。大囝嘛是大查某囝，大长子跟长女跟刚才不一样，刚才是长子。然后是长女，然后现在是长子跟长女都一起举手长子跟长女一起，怎么变得更少？好，或长女好，谢谢。你的先生或太太是长子长女的，请举手。好 ，OK， 谢谢。好，这一点要搞清楚呢。好，咱做一个华人台湾人这个长子长女这个学问真大。在圣经中间呢，圣经当中，长子这个字很重要。他用几个字来形容，譬如讲长子，创世纪内面，迦南，就是这个含的儿子呢，伊就生了长子。嘛用大囝大儿子，创世纪27章，以撒年老，就是亚伯拉罕老的时阵，要为着这个以撒，要为着伊的囝来祝福，就是大儿子。佫有用什么名呢？头生这台语讲得好，台语安怎读？头生，头生，不是头生头生，就是头一个出世，所以创世纪第4章，阿伯亚当的儿子亚伯就把羊群当中头生的，还有羊的脂肪都献上佫一个就是投胎投胎这嘛头也要写好，不是那个。轮回的那个投胎头一体伫民数记该咱所读的上帝对以色列人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中所有头一体的大囝大囝。但是这不管是长子、大儿子、头生、投胎呢，这个字伫希伯来文当中很有学问。投胎这字伫希伯来文中间，伊的意思叫做头上生意思是什么呢？子宫被打开，子宫叫拍开。子宫要怎么样才会被打开？生囡仔的时阵生囡仔的时阵，迄个子宫才会拍开真正拍开。所以头上生出来，一定是男生吗？生女生子宫要不要被打开？也是要被打开所以头一胎头生的。不管是男还是女，在圣经中间，伊所要代表的意思就是头一个出世的这个性命。所以并不是只有限于男生并不是只有限于男生。如果咱明白这个概念，还是这个意念，还是阵呢，无拄这个只有长子才是上帝的祝福。只要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第一个生出来的都很重要。家己隔壁讲，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第一个都很重要。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第一个都很重要。重要的上帝讲，这会安怎呢？都要分别为圣。出埃及记13章第1节到16节。这段的圣经呢，就是讲摩西带这百姓伫旷野时阵，上帝就颁布所有头一个对妈妈腹肚出世的，
就拢爱分别做成归互上帝。但是圣经很多都是用长子啊，但是是对头一个性命拢爱归互上帝。所以咱看到这个拄则讲的创世纪第4章，亚当的儿子啊，有2个，弟弟叫做亚伯，哥哥叫做什么？该隐。但是呢，是哥哥长子被上帝悦纳，还是弟弟亚伯被上帝悦纳？你看到一个是 accept， 就是这个绿色是小弟啊。为什么小弟去由上帝来接纳？献上头生的羊和脂肪，然后呢，后面说什么？神就看中了亚伯，还有呢，也看中他的供物。所以不管是大囝还是第2个囝，查甫还是查某囝，只要你是用心来敬拜上帝，用心灵和诚实来敬畏耶和华，上帝就看重伊啊。所以上帝是欢喜这个小弟伊的祝福，甚至伫出埃及的时阵，上帝要带因离开埃及的时阵，迄暝上帝呢，伊就将所有大囝都分别出来。就是用逾越节，伫即个逾越节呢，就是讲爱所有的大囝呢，拢爱来合适做一个祭司。头一个出世的性命，就是爱知影安怎样来认捌上帝，来敬拜上帝。所以即个大囝，头生的，伊的意义。就是爱因带后壁遮的性命，能够继续来像是祭司一样，能够来敬拜上帝啊。所以咱伫新年的开始，上界要紧是安怎？新春礼拜，过去拢叫做新春亲谢礼拜。安怎亲谢呢？就是来感谢上帝，这是谁的责任？这是大囝的责任，大囝的责任毋是只有准备遮个用暗顿围炉，遮个澎湃暗顿。大囝的责任呢，就是爱来学习做一个祭司，引带全家做伙来敬拜上帝。所以咱若要过年要到啊，所以做一个大囝，做一个大姊，做一个伫厝内底头一个基督徒属灵的长子。我们都应该要学习，用智慧来带领全家的人来敬拜上帝。上好，咱会当伫暗时伫厝内底做伙要围炉进前，做伙来唱歌，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分享。但是袂当，咱嘛当伫初一的时阵，就是来这个拜三透早，咱嘛当来到伫嘉南教会参加9点半的新春礼拜。如果咱无伫桃园，咱嘛当就近。去到伫附近或者的教会，大部分的长老教会，拢有即个新春的亲谢礼拜，也是感恩的礼拜。这是一个大囝，也是即个长子，上帝要求，就是一年的开始，迄天，你若将伊分别出来，献给上帝。上帝予咱的祝福，一个要对过对立5个，100个要对立10000个。上帝予咱的祝福，是大大的祝福。另外，上帝嘛要求伫出埃及记，遮个分别做成的大囝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伫即个搬过节。搬过节英语叫做 Passover， 咱做讲一解。Passover 意思是啥物呢？跳过去，或是下过去，跨越越过，所以中文翻成逾越节。逾越节就是讲，上帝要来审判世界，全埃及上帝都要审判。但是呢，只有审判是从长子对大囝来审判。所有这大囝拢是得罪上帝，因为这世间人拢犯罪。但是呢，只有家的门口用羊仔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的，就能够 pass over， 就能够越过，就能够跨越过去。所以呢，犹太人、希伯来人，因听着上帝话，因就抬羊仔，用羊仔的血抹伫即个门框的顶悬，抹伫门的两边。所以看起来亲像咱的华人安怎？春联，春联，这个春联呢，搭伫迄个顶悬，其实嘛是对圣经，甲圣经有共款的即个教导。所以你若还未摕到春联，迦南教会的春联啊，
今日最后一天哈，要有机会啊，好啊，为着咱的大囝来祝福哈，好就要把这个春联贴在门上，好，全家都能够得福。所以这个大囝其实在圣经中间有很重要的意义，它所代表的不仅是长子，好，是一个投胎投生的，好，是一个上帝属灵生命的传承和延续啊。这礼拜好，美国总统就任，好，这就是伊的大囝，好，叫做什么名字？嘛是叫做川普啊，叫做唐纳川普哈 ，Donald Trump， 好，港名好，但是叫加一个叫做 Junior， 好 ，Junior 就是小唐纳，好，小唐纳，好，这嘛是伊的大囝，好，这个川普啊，伊虽然是美国人，但是呢，伊是真看重这个圣经啊，咱看得出来，伊是真有心，好有意。在栽培伊的囝，吼，嘛爱来行政治这条路啊。吼，过去因是做生意的，吼啊做这个做企业的，吼，但是即马行政治啊，伊嘛在交接，吼嘛在栽培啊。吼，现在呢，咱知影习近平的囝是啥物人无？唔知影吼，哎，对，颠倒咧华人吼，对这个咧较无遐尔啊重视啊。好，这个川普呢，好，伊呢特别将伊的囝，好，伫选举的进程，也是选举了后，好，甚至呢，伊拢会将伊的专家啊，好，都登台亮相哦，登台亮相。有的人认为讲，哦，这太过招摇，好，啊，你一个人服务，为虾米专家拢要带出来？好，但是呢，好，我是用这张相哦，就是讲，咱伫新春礼拜迄天啊，好，咱还有一次的机会可以来拍全家福啊。绝对翕了比这张搁较水啦！好，咱是请这个老高妹雷红兄来甲咱翕啦。好，所以咱若是伫新春礼拜孙，好，会当招咱的专家，好，会当来翕这个团体相，好，伫礼拜煞的时阵，好，伫遮做伙来翕相，好，能够留一张照片，甚至在我们60周年的当中，好，能够做一个纪念。所以不管安怎，咱是伫教会翕，还是咱家己家庭来翕。这个家庭照，好，家庭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好，啊，跟你旁边人说，家庭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是咱看圣经中间，好，这个大囝呢，好，但是呢，因过来的拢失败啊，递到这个肉体的长子、血缘的长子呢被取代，好，但是咱看就是创世纪，好，这个好该隐杀了弟弟亚伯之后，他的长子也被取代。好，后来又一个赛特来取代。然后以撒，好，就是伊这个大囝就是以扫。好，以扫伊体贴肉体，好，为了一碗红豆汤，将伊的大囝卖互伊的小弟啊，一碗汤就甲伊卖掉啊。好，所以失去这个大囝的祝福，甚至呢，这个雅各，好，雅各呢，伊嘛有12个囝，好，这个雅各骗到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可是雅各自己的长子呢，叫做什么名字？流便，哈，啊，基本上翻成吕便啊，好，这个吕便呢，伊呢去因老爸的名臣啊，好，去睡了他父亲的妾啊，好，所以嘛失去这个长子的祝福啊，够看到是这个阿伦家最大祭司，他有4个儿子。4个儿子拢伫圣殿咧服侍，但是第一天上工呢，好，咱这刚读过的利未记第10章就讲第一天上班的时阵，无将摩西上帝吩咐听清楚，结果他们献上的反火，好，就是上帝所无欢喜的罪哦，所以就现场去上帝来烧死。所以咱看到这个大囝，好，因若甲上帝关系无好的时阵呢，其实上帝会另外去找大囝，好，上帝会另外找其他人来取代来祝福。所以上帝找到什么人呢？就是今日的圣经咱所读的这利未人，好，成为属灵的长子。好，利未人成为属灵的长子。我们说一次，利未人成为属灵的长子。所以咱读民数记很重要的是看到这个从创世纪这个长子的名分呢，到了民数记已经交到利未人的手上。利未人当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亚伦的后裔成为祭司哦。在利未人因所要做，就是爱分别为圣。好，所以咱来这礼拜读民数记第3章，你就看到有
有啥物人口调查，好，利未人，甚大家拢是10几万、20几万、30几万人，只有利未人只有2万多人。但是不管算出来呢，好2万多人，好还算得刚刚好，好还少的那几个人，每个人都要用银子来摆上，一个都不能少。所以上帝对这属灵的长子，好大囝呢，好非常的严格，一个拢袂当少。第4章咱看到这利未人，上帝就派工课给因，而且让他们学习团队服事。团队服事才能够5个人追赶100人啊！好，一个人好没有办法团队服事，所以就要成为一个团队，好分派工作。所以呢，一天都不能偷懒哦。好，咱看到利未人，好因是足温困的。好，这个大祭司亚伦，他每天要进入到会幕里面，要等那个灯台上面。好，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有读到。去点迄个油的时阵，每一天呢，吼，看到教会就想讲，吼，足可怜的，吼，牧师哈，礼拜一还可以休息，还可以休假，吼，这个大祭司一世人拢袂当停困的，好，他们的服事从30岁做到50岁，好，还好30岁做到50岁，做20年就当退休，但是这20年呢，吼，拢就爱伫上帝殿伫遐空服侍，袂当停困。然后，咱伫民数记第6章会当看到这个属灵的长子利未人呢，因爱成为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爱引带人来敬拜上帝、认捌上帝、领人归主，好，一生都要服侍主啊！好，所以这3句话，好，我们看利未人，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人口调查、预备赎银，一个都不能少。第2。分派工作，团队服事，一天都不能懒，成为榜样，领人归主，一生都服事主。好，我来问一下，你的长子、长女，好，有在教会里面敬拜的、做礼拜的，请举手。好，谢谢。好，如果没有举手的人呢，好，你要记得为你的长子、长女啊，为他来奉献。好。我感觉这是一个偷吃步，但是有效的方式。如果你的长子长女呢，他还没有分别为圣，在教会敬拜服事，但是你可以做的呢，为他预备赎银啊，这是有圣经的根据。好，你会当用伊的名来奉献。我相信，这有上帝祝福，唔通互这个大囝的性命，就安尼就无去，不是人没有来。然后从这个教会当中也没有来，因为伊若无来奉献，伊若无来礼拜，伊伫教会在不管他是有小儿洗礼、坚信礼、成人洗礼，好，伊的名拢会安怎，都会变成急在人不在，好，他就变成好是非积极的会员了，好，伊就伫教会参与就愈来愈少。检在伊真无闲，检在伊伫国外，但是你若帮赞伊，叫伊会记你奉献。好，人袂当来，但是你的心嘛爱来。好，奉献就是代表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那里。好，叫伊提醒他收到压岁钱，好要奉献，这样子他就会有心在上帝的家中，在上帝的殿中啊。然后，好，这利未人好是有属灵的长子，要学会团队服事，不是单打独斗。还有属灵的长子呢，好要能够领人归主，自己要成为榜样。所以今日通过这段圣经，伫过年前，咱过一摆来领捌，我们都要成为属灵的长子。虽然我们不是肉体上面的长子，虽然我们不是那个肉体上面的长女，但是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属灵的长子。但咱因为信主耶稣受洗的时阵，咱就做上帝囝，而且上帝囝呢，拢是做属灵的长子。咱就要明白的。就是咱的性命，是已经有这个羊的血抹在咱的心中，成为这个门框，成为这个救赎。我们都已经 pass over， 已经逾越了那个上帝的审判。我们没有进入到审判，是进入到上帝的恩典当中。第二个，咱明白每一个洗礼基督徒都能够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就是能够团队的服事。都能够在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好，所以为什么咱爱参加服侍、参加小组、做伙来服侍，
有的人服侍只会自己一个人服侍，但是我们要学习团队服侍。第三，属灵的长子要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就是要做见证，成做模样。好，所以这三项属灵的大件，好，咱做回来讲一解，明白自己被赎的性命，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完成领人归主的使命。好，因为彼得前书1章3节说，基督重生了我们；罗马书11章29节讲到基督拣选了我们；彼得前后书3章9节说，基督正在等待着我们。好，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好，所以上帝好，伊爱让伫过年中间，不是只有大件的工课，每一个人每一个受洗的都是属灵的长子。这个保会好，咱大这个春联好，其实伊所代表的就是耶稣的保会，代表耶稣的救赎。我们都是从子宫里面好投胎出来的，头一胎生出来的。咱拢是这个属灵的这个大囝，好，都是借着水和圣灵当中好所生出来的，成为属灵的长子。所以等咱在水里时阵，好，咱就成做属灵的长子，不要忘记属灵的长女，不是只有男性，女性也是，都是上帝借着圣灵重生的我们，我们就有责任，好，要明白自己是用上帝用重价赎回，咱就要知影，咱来活出荣神益人，咱够知影爱安怎样来领人归主，每一天用上帝话。伫圣殿来服侍，亲像这利未人，好像这一群的利未人，好像这一群的祭司，他们每一天在上帝的殿中来服侍敬拜上帝。每一天，我们用周报上面的新眼光的读经，读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不断的更新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365天与神来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必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知影，阮因为耶稣基督，阮的性命得到拯救。当阮伫水里时阵，阮就对上帝这个家内面来出席，成做属灵的囝儿。主，阮也知影，你每一天赏赐互阮的吗哪，每一天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都是宝贵的，是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新，能够成圣。让我们在接下来过农历年的当中，互阮每一日拢会当来有上帝话来引带阮，也互阮知影，阮基督徒安怎来活出一个属灵的大囝的身份，引带全家来归向主。阮的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这首诗152首。救主听痛的声，好，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来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咱做一个基督徒，为着咱厝内底还未信主耶稣的人祈祷，因为咱是属灵的大囝，咱有责任就要引带因来归主，
咱有责任伫伊面前来做好的模样，咱做伙同声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愿感谢你的拣选救赎，互阮会当有即个福分，会当成做上帝的大囝，伫阮的全家中间，会当来引带大细细来敬拜上帝。主啊，即个时刻也为着阮厝内底还未信主，特别阮的囝儿逝世，若还未伫教会来参与敬拜，求上帝你来看顾甲帮助。阮伫过年的中间，会当跟对主来行出上帝所欢喜的使命。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咱做伙来唱第30。求主叫我困心，我着听他命令，在我内了快探出有，我为你加心。这是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亲爱的天父，你是全能的上帝，感谢你对阮的疼，感谢你时时刻刻甲阮相甲伫地。你是阮全能的爸，阮要倚靠你，阮要仰望你，因为你是信实的。求你坚固阮的心，行你的道路。求你爱惜听阮的祈祷，感谢主。
即马阮要献上金钱、时间、才能，为着主你所用的，请你欢喜甘纳。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会众请坐，请顺正长老来报告。麦克风。声音有了 ，OK， 好。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咱要报告之前，咱先来介绍今仔日一位兄弟来到咱中间吼，伊叫做李进祥弟兄，来，大家好，好，谢谢，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吼，这边的欢迎，永远欢迎吼，李进祥弟兄，伊是迄个张美惠姐妹介绍，毋是陈张美惠吼，张美惠姐妹介绍出来。伊住伫迄个崇华路啦，崇华路吼，已经有受洗啊，受洗啊，好，咱欢迎李进祥弟兄，好 ，OK， 好来，咱继续来做咱来报告。还有吼，咱介绍即个洪昭杰的即个家人吼，因拢今日有来吼，甲伊的查某囝，佮孙仔、查某孙全家。因特别也来甲教会说多谢，就是这段时间对洪昭姐的关心照顾。虽然洪昭姐是因家族内底唯一洗礼信主的但是因的家庭拢是咱爱继续为着因来关心，继续带领他们，也愿上帝来祝福伫即个家庭将的即个个别式力量，拢已经真顺序来完成特别是用这个台湾人传统的土葬的方式土葬的方式，所以是很特别的经验总是嘛是为着这个家庭家族来带导还有很多的孙子孙女在国外在也还有女儿也求上帝来看顾咱搁一摆拍婆来欢迎嘛继续来祝福这个家庭。好，请坐。谢谢。我嘛有看到迄个柯金富长老伊嘛转来过年，咱拍拍来欢迎，甲长老娘。好，安怎个有无？好，若是无，咱来继续来报告好，来下一页来，咱看迄个新春的青社礼拜青社礼拜咱要伫1月29星期3来举行，时间是9点半9点半要伫咱即个所在来举行详时咱嘛要请迄个丽凤也来甲咱做迄个全家福的摄影所以咱穿个水水对毋对？穿个水水迄个大囝爱带装家对毋对？无说拄有讲来到即个所在来做迄个青社感恩礼拜感恩礼拜大年初一，会记了1月29几点？9点半。9点半，来下一页来，迄个好的手册，咱今仔开始有分咱2月初9。要来召开好会所以手册已经印好咱请咱一个家庭领一本这中间有迄个童工版甲会友版莫领唔对，咱要伫1楼的迄个所在来领厝，要伫2楼1楼。1楼领厝。2楼是伫2楼的祷告室。2楼的祷告室，2024的祷告室，礼拜堂的2楼。领爱签名一户一本。好，请咱领的是会记咧签名童工有童工版会友会友版无共款来下一页来我嘛补充一下，童工版甲会友版其实只有差伫即个财务报告财务报告会友版是精华版童工版是详细版但是咱伫即个财务报告有一个 QR code。所以你拿到会友版，你扫这个 QR code， 还是可以看到精华这个全部的版本只是没有把它全部印出来所以就只有省纸的目的内容没有节省所以你摕到会友版的时阵，扫这个 QR code 是全部拢有伫迄个顶管的所以做一个补充因为童工就是定定爱变，定定爱掀所以才把它都印出来安尼请大家了解，谢谢。因为咱响应环保嘛，对不对免遐尼济所以咱来看恁内面的报告内面咱顶下看，足侪拢扫 QR code 的像咱的财产像嘛拢过去10几嘛是拢扫 QR code 就去看真详细来定期会员好会咱要伫新塘来调开，新塘来调开
所以如果咱若是有啥物需要爱订正的啦，各方面嘛会当若有请假，拢爱甲迄个陈明哲长老来提出黄小慧来提出下一页个人的奉献个人的奉献希望咱会当到伫咱的官方的 LINE 迄个所在来开启迄个显单啦线上奉献嘉南教会右方的下拉这个部分，如果咱若是有无清楚听讲甲咱的干事、甲咱的小组长咱互相来学习啦这是咱的科技的进步嘛科技的进步用着手机赖一下甲上帝赖一下咱来赖要看啥物件，后摆咱来学习，咱的官方的赖来处理这个代志是的，我嘛补充一下因为咱的今年的和会手册咱无将所有的人的奉献明细刊在顶悬因为这是各自咱总是咱要报进会时咱会刊但是你若要看你家己一年度有什么样的奉献1月到12月你为这奉献累计就爱用这个爱用这个来去查询才看会到你也袂晓会当问干事干事会当甲咱来教所以过去咱是看和会手册看你家己的名一年安尼奉献偌济即马唔免即马伫手机上面就可以看到你的个人奉献去年的都已经建档完成今年嘛已经开始累积所以拢会当伫咱的即个 LINE 顶悬会当看到安尼这是补充多谢。好，咱一定要学习习惯啦，这算咱的迄个新年度的这种的新的学习一定要跟上这个社会进步下一页来这个奉献的资料拄仔牧师有讲过若是无清楚，或者是有啥物问题啦这是要咱直接要上网，咱过去拢会发一个啥物货奉献证明互咱，对不对？即摆奉献证明迄个嘛是拢无要填大部分的人拢填检测阁有几位无填咱会直接将迄个扣缴所得证明，你奉献的所得证明会直接上传国税局你只要去申报的是国税局，遐就1000字册咱做即件代志，国税局非常甲咱肯定若有啥物问题或者是还袂填即个同意书的有缘爱来甲干事迄个所在来做登记老师要阁补充无？这个奉献证明嘛，当伫咱的手机顶悬嘛看会到，你个人的年度奉献证明，所以你若会晓操作时，它就会出现一张的那个奉献证明，伫你的手机上也收得到安尼。好，来下一页来春节期间迄个爱餐暂停咱今仔日就有爱餐无？歹势食家己食较好的，食较好的。后礼拜嘛是休困咱休困2礼拜休困2礼拜初9迄天就有爱餐来下一页迄个善施主的招募不是同工毋是无动工则无爱餐就是因为过年则无爱餐不过迄个爱餐动工真欠缺有伫招募咱若有意向要来参与毋茫甲迄个端农执事来报名每礼拜拍菜拢是用区派出员来拍菜总是有缘可能动工无啥物到所以咱第一来参与啦下一页来60周年的纪念的主题曲请温顺的兄弟姊妹顶礼拜咱有讲过作词作曲听我同时来做，有个人用作词嘛，有个人做曲嘛这来甲咱做一首60周年的纪念的主题曲迄个详细咱当公布栏来了解下一页来333祷告2月初5星期3 7点半伫咱的新堂咱已经有顶个月有一遍过这个过来2月初5这个拜3的祈祷会这个主题是啥物会来为工作事业祈祷冥福祈祷非常重要咱顶个月已经为着财务嘛大家嘛听讲非常的好毋茫咱较侪人踊跃来参与来下一页来会员大会甲志工大会专人生命教育学会伊原伫初92月初9 10点半就是咱的会员和会了后会员会了后要煞接来开这个专人生命教育学会的会议会员大会第一来这个是爱家清洁环保志工环保志工
这是一个咱新的时间，咱60周年毋茫讲咱的生命教学会内面，咱有做志工嘛，对不对？咱毋茫鼓励讲，每一个人拢会通出来咱的教会来爱教会，毋只是爱咱家己的家庭，爱教会，咱教会足济所在需要摒扫，对不对？毋茫讲咱会通参与60点钟的迄个时数来参与啦，有人讲我无志工证，对不对？你若要有时数的登记，你就有志工证，无要紧，拄仔志工队长有甲我讲，伊讲只要咱若来报名，伊就甲咱辅导，摕到志工手册，一个人伫政府遐只有会当一本的志工手册。来，请问伫咱中间有志工手册的，举手我看下来，有志工手册哦，来，真侪人无对不对有志工手册你就会当到逐所在去做申请志工证。伫咱的教会，你去去病院只要你来共性质的内政部的性质、教育部的性质迄个卫福部的性质相常拢会当申请志工证服务毋茫讲咱会当来报名啦你若无迄个志工手册的无要紧，咱来甲咱辅导因为你若有志工手册你来做的迄个时数迄个点钟就会当登记，种的登记就会当甲你累积累积起来，将做你的迄个成绩啦你若去到什么所在去佚佗啦志工免费对不对？还有志工荣誉志工证老师来对这点要补充无？好。咱即个教会是大家所以咱通过志工队，互咱会当来爱教会因为咱有的人是举扫帚、举拖把、拿抹布都可以，是人较少年在做较粗重的我们就是从2月3号开始早时9点到暗时9点，看咱会当的时间一次的最少服务时间是30分钟。你要做从早上9点做到晚上9点也是可以的，这样就一天做12个小时了。无限定时间。同时我们要在1楼先登记，所以会有一个登记的表格，伫迄个所在，你有添你点时来，然后你今天签退的时候也要签退，然后你做了什么部分，在后面注明跟打勾，这样我们志工队就会登记，一起帮助大家能够更快的累积那个自愿服务60小时的时数300小时之后，我们就有一个荣誉志工证。荣誉志工证，你去很多的地方就可以免费，或是只要缴保险费跟清洁费所以是1减几够所以欢迎大家能够来参与谢谢。所以咱互相加油来，60周年迄个全教会退休会5月17、18伫高坑来举行3月16报名已经要截止来这额满为止，若未报名赶紧来，咱即马佫有新的一个环岛之旅这是真济兄弟姊妹期待一个活动这个同工非常用心顶礼拜已经甲计划出来这是几天几夜？4天3夜要分做4个梯次来伫咱的手中有一张这个环岛之旅的4天3夜粉红色的单，对不对？我简单甲咱报告，咱就分做3个梯次第一个梯次是4月17，第二梯次是6月23，第三梯次是9月22原则上咱一团30人到60人啦30人来教会，若是无到60个呢，咱就出去一团。若满60个，咱就出去2台游览车，1台游览车原则上拢坐30人要互咱无爱坐遐尼客互咱较爽快来坐车这个环岛之旅真特殊头尾咱拢坐什么货？坐火车，坐火车第一天透早咱就伫桃园坐自强号火车，直接坐落去到台南，坐落到台南台南迄个所在呢旅行社来咱请迄个雄狮旅行社，这个国内一间真有名的旅行社来甲咱办的。伊伫遐火车头迄个所在准备一个游览车，咱就上车就开始就到迄个台南、高雄、屏东就一直去到第4天同尾天到花莲火车站再去甲咱载去花莲火车站坐自强号，搁倒转来。安尼一方面要互咱因为
即远途坐火车较爽快，较袂晓忝，嘛较安全，嘛较安全吼。后来这费用费用伫下面伫另外一页咱家己看65岁嘛有特别优惠啦，年长的嘛有特别优惠，介绍拢有写伫遐，赶紧来报名，听讲大家拢咧等哦，今仔日开始报名，嘿，开始报名嘿，咱这边迄路线咱要参观安怎？2间的新行医咱拢有去参观佫会去到5间的教会，嘛有一暝去住伫迄个布农部落咱大安2间饭店嘛拢非常的好的饭店安尼要互咱住甲4期啦嘿，来食嘛拢真好势哦，嘛会带咱到迄个六合夜市啦嘛拢食一寡特色餐所以咱把握机会分做3梯厝有人讲我袂当去德国对毋对？4月初7对，咱第1梯厝赶紧来去若好到第2梯厝、第3梯厝，来牧师有要搁补充无？无好来，就这样来春节休假对1月27到2月初2的休假2月初3恢复正常的服务，这是咱教会干事咱教会伫这中间这个时间，互咱来了解来下一页。好，这是副宿舍，甲办公室拢共款。合作社嘛小声，合作社嘛是小声，这个时间服务来。我搁补充一项就是咱迄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目前报名搁差3位差3位就可以出团安尼。3月份的，所以如果咱也有兴趣的兄弟会当紧把握机会，以上。好，来，咱做来读再圣言再来。你甲因洁净，献做特别的礼物，对迄时起，因就通入去会幕侍奉。民数记8章15节。你甲因洁净，献做特别的礼物，对迄时起，因就会通入去会幕侍奉。民数记8章15节。以上。即时，请咱做伙来承迎，伫个圣诗392首，乌鲁上帝万福本源，吟诗线请陈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主要所祈祷恩典，天父上帝慈悲听谈，信心的感动，甲恁尽大家三脚伫地，互恁伫旧年过年的中间出入平安，有主的同在，也互恁伫新的一年开始有上帝祝福恩典满满，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灭倒。